去做南方人嘅生蒜大使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Sweet 領，今日帶大家食我心目中 No.1 嘅羊肉串 ，Let's go！啲阿姨當場喺度切盤串，30雙羊肉串。佢啲羊肉串咧要自己攞去俾廚房。雖然我係南方人，但係一定要食生蒜。我嘅羊肉串到咗啦，呢度係30串，3蚊一串，一啖羊肉一啖蒜。生蒜配羊肉真係一絕，因為佢唔單止解膩，仲可以增香。未試過真係要試下，我一定要做南方人嘅生蒜大使。你拉出來的不就是生飯大使？你食到呢個羊肉串咧，你會感覺之前食啲羊肉串全部都係假嘅，但係呢邊好舒服。夏天感覺來啦！食生蒜有呢個唔好就係你唔知幾時會俾佢辣親。我最接近梁朝偉嘅一次，考華斯喎，新疆非物質遺產，即係有氣嘅蜂蜜水咁嘅味道。